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療的第129天，也是哈梅内伊得道成仙的第129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29天。就在这一天，伊朗对前领袖已故領袖哈梅內伊進行了國葬悼念儀式，正如火如荼的在舉行。特朗普說了，給伊朗人1周時間，給他們葬禮、辦喪事吃大席。這1周時間不對伊朗開火，大概這個意思，讓伊朗人放心。當世界的目光都轉向德黑蘭的這份浩大的葬禮，大家都在關心這個新的領袖穆吉塔巴會以什麼樣的形式露面，或者是不露面。結果現在已經是葬禮的第3天了，穆吉塔巴仍然沒有現身，他只派出了他的代表一個紙殼子到場表達一個哀思。根據媒體報道，這是央視報道說，7月5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公眾告別與悼念儀式進入第2天。當地時間上午8時許，民眾聚集在德黑蘭的伊瑪目霍梅尼大清真寺，為哈梅內伊及其遇害的4名親屬舉行葬禮禮拜。那麼根據路透社的媒體報道，哈梅內伊的長子、第3子與第4子均出席儀式，也就是都是健康的、好好的，四肢健全，活蹦亂跳的。也就這3個兒子參加了他老爹哈梅內伊的葬禮，但是那第2個兒子是沒有出現。所以為此我看國內有媒體叫中國新聞週刊，他刊登一篇報道，叫父親的國葬，穆吉塔巴仍未現身。這個感覺好像有點這個對伊朗對穆吉塔巴有點這個負面報道的意思，有點不滿，說父親國葬，已故領袖國葬，現任領袖兒子穆吉塔巴卻沒有現身。這個為什麼？我們來看一看咱們國內的媒體官媒他是怎麼說這個事的，我們一起來批判一下，因為他肯定是對這個伊朗新任領袖頗有微詞。我把這念一下，供毛拉愛好者批判。他文章這麼說的，他說當地時間7月3日起，伊朗為2月底遇襲身亡的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為期1周的國葬，葬儀首日，戰爭爆發以來一直未曾同框的新領導層集體首次亮相，在德黑蘭大清真寺會見前來悼念的各國使團。現場畫面顯示，伊朗總統議會議長、司法總監以及革命衛隊高級將領等都出現在葬禮過程中，其中衛隊總司令瓦西迪和空天軍司令穆薩維已經數月未曾公開亮相。最受關注的仍是新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缺席。2月底，他在造成其父母和妻子身亡的同一場襲擊中受傷，此後始終未公開現身，只通過書面方式對外發聲，從未有照片或視頻，還有音頻都沒有流出。7月1日，他也缺席了為妻子舉行的追悼會。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道說，穆吉塔巴向安全官員表示，希望參加7月9日在家鄉馬什哈德舉行的下葬儀式，那就是3天以後，並在父親遺體前誦讀禱文。但安全官員反對他現身，擔心以色列可能借機實施刺殺，或借此追蹤其藏身之處。就在不久前，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直接發出對穆吉塔巴的死亡威脅。伊朗軍方警告美國和以色列在葬禮期間不要誤判形勢，否則將遭到比以往更具毀滅性的回應。7月3日的告別式上缺席的不只有穆吉塔巴，伊朗觀察人士注意到，哈梅內伊另外3個兒子也未出現在鏡頭前，而穆吉塔巴年邁的岳父哈達德·阿德爾似乎是以哈梅內伊家族代表的姿態出席了儀式。現年81歲的阿德爾曾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首位非神職人員出身的議會議長，如今他擔任伊朗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成員，該機構負責調和伊斯蘭議會與憲法監護委員會之間的分歧，並為最高領袖提供諮詢。
一段現場視頻顯示，阿德爾與總統佩澤西強、前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雷扎伊等人握手時，都有短暫的寒暄。但輪到負責對美談判的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和外長阿拉格齊時，他只是迅速握手，並未交談。這個是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的，那意思就是伊朗的強硬派和阿拉格齊、卡利巴夫那是矛盾是公開化的，即便在領袖的葬禮上，他也是不說話的，把矛盾就像全世界，那全世界多少媒體在報道，都給公布在全世界面前了，不是伊朗人面前，是全世界的面前。所以我覺得中國新聞週刊這個報道是有問題的，它明顯的傷害了我們很多毛拉粉的感情。這一細節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伊朗內部因為談判產生的衝突近來愈來愈激烈。6月15日，也就是美伊以電子方式簽署諒解備忘錄前夜，數百名示威者聚集在伊朗外交部，譴責這項協議，要求恢復戰爭。這是咱們的官媒報道，這可不是自媒體在這造謠了。這官媒報道說毛拉內部這發生分裂啊，他們還點名攻擊協議的主要推動者卡利巴夫和阿拉格齊，稱兩人是向敵人屈膝投降的叫蔫兒河派。這些示威者主要由伊斯蘭革命穩定陣線的支持者推動，這個意識形態上非常強硬的派別控制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在議會中也擁有一定的勢力。其支持者普遍拒絕與西方談判，認為伊朗只有持續對抗、消耗華盛頓繼續作戰的意志和能力，才能獲得安全。2015年伊核協議談判期間，這一陣營也曾激烈反對與奧巴馬政府達成協議。6月30日，這個伊朗電視台突然掐斷了卡利巴夫一段採訪，當時他正談到根據諒解備忘錄解凍伊朗資產的問題。這個東西我們一說，那就是自媒體的造謠，很多毛拉粉說你是造謠。你看這個咱們的官媒報道說，伊朗電視台在播放卡利巴夫的採訪的時候，突然咔嚓給他掐斷了，也就是毫無預兆的給他發了個口罩，是吧？所以我說，在這個正義聯盟這種圈子裡面，發口罩那是常態啊，隨時給你發個口罩，而且不分對象。你不要以為你是議長就不給你發口罩，議長一樣也喜提口罩啊。類似的反彈也出現在專家會議內部。6月29日，由88名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中，超過2/3成員聯署聲明，要求談判團隊堅守最高領袖設定的紅線。數小時後，專家會議秘書處急忙澄清稱，這份聲明並不代表該機構官方立場，並稱其不同尋常且不合常規。你看，88個人裡面66個人贊成，居然說這個就是88個人的這個神職人員的機構裡面，66个人投票贊成設定的紅線，最後官方出來說這不能代表官方態度。你看你那只有少數人代表了官方態度，這不是莫大的一個諷刺嗎？所以中國新聞週刊報道這樣的消息，再一次傷害了毛拉粉的感情，蹂躪了踐踏了毛拉粉這種純潔的這種向往。伊朗智庫科學研究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波斯灣研究組主任賈瓦德·海蘭尼亞對中國新聞週刊，你看新聞週刊跑去採訪去了，這已經過分了吧？說40天戰爭結束後，伊朗政權內部圍繞談判的分歧正在擴大。說你中國新聞週刊，你不能報道一下毛拉是怎麼團結的嗎？對吧？同仇敵愾，怎麼對付特朗普，把特朗普嚇跑了，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你怎麼去報道人家分裂？這所以說這個有問題。這個毛拉粉，你們還是批評一下中國新聞週刊。反正我知道咱們這頻道下面有一些毛拉粉，現在心如刀割啊，心如刀絞。伊朗一直存在激烈的派系競爭，隨着伊斯蘭革命衛隊影響力在戰爭中持續上升，以及傳統上支持改革派的中產階級越來越遠離選舉政治。如今主要競爭在保守陣營內部展開。與前述反對談判的強硬派相對的是更為務實的一派，他們主張伊朗若要生存，就必須解除制裁，吸引更多外國投資。哈梅內伊在位時，一旦派系爭執升級，他會出面拍板，爭議也隨之平息。但穆杰塔巴如今受身體狀況和安全因素牽制，處境特殊。
海蘭尼亞表示，在穆吉塔巴持續隱身這段日子裡，各派都將這位神秘的最高領袖塑造成自己的盟友，試圖在新的格局中佔據主動。這不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嗎？另一種委婉的表達啊，我翻譯一下給那些毛拉粉聽一下。这個毛拉粉畢竟智商、閱讀能力都稍微差那麼一點，不一定能看得懂。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後，穆吉塔巴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自己原則上對此另有看法，但在佩泽西奇明確承擔責任後，他仍授權政府繼續推進。一些解讀據此認為，穆吉塔巴本人反對談判。不過，海蘭尼亞說穆吉塔巴身邊人士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啟動談判本身就是在穆吉塔巴同意下做出的決定，也經過了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投票表決。因此，強硬派攻擊阿拉格齊和卡利巴夫，某種程度上也等於是在挑戰最高領袖的決定。6月，哈梅内伊长子穆斯塔法的姻亲叫霍什瓦格特接受一家改革派新聞網的採訪。那就是哈梅内伊的大兒子的親家，就這麼說，那這跟哈梅內伊他們家族還是有密切關係的親戚。21世紀初，他在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擔任對外新聞與媒體總司長，如今是私營新聞網站法拉魯總經理，是伊朗媒體圈的老資格人物。那就翻譯一下，这個毛拉粉聽一下，大概就是類似於伊朗的胡一靜老師。據伊朗的胡一靜老師所說，穆吉塔巴之所以一直不露面，是因為安全專家建議他在現階段嚴格保持不可聞、不可見的狀態。他同時強調，穆吉塔巴在受傷後得到及時救治，目前狀況良好。霍什瓦格特在採訪中提起了幾則哈梅內伊的軼事，比如他曾問已故最高領袖，究竟是完全反對與美國談判。這現在正在辦葬禮的那個哈梅內伊，不是紙板人那個哈梅內伊，這是大家容易搞亂了。已經躺在那兒的哈梅內伊，他曾經就問他說，是完全反對與美國談判，還是只是對某些方面有顧慮？那個已經躺在那兒的哈梅內伊回答說，他同意與美國談判，甚至非常贊成建立政治與商業關係，前提是雙方相互尊重。此外，曾有人敦促哈梅內伊訓斥一些缺乏見識、立場強硬的官員，但被拒絕，而哈梅內伊的理由是這些極端分子承受不了批評，毛拉粉也承受不了批評，可能反過來與體制為敵。霍什瓦格特說，穆吉塔巴將堅定延續其父的路線，但由於時代要求，變化不可避免，必須順應現實條件行事。有分析認為，這是在含蓄傳遞要壓制極端強硬派的信號。那也把毛拉粉也順便壓制一下。哈梅內伊的葬禮結束後，穆吉塔巴將就若干關鍵任命做出重要決定，包括他的幕僚長、司法總監、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廣播電視台台長以及巴斯基民兵組織的負責人。這些人事安排將會更清晰地展現他會如何做出平衡，也就是這些權力都在穆吉塔巴手上。這個也就是佩泽西奇上他是沒什麼權力的。這是咱們的官媒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的，顯然這個把伊朗內部的分裂和矛盾就展現在了國人的面前，咱們國內都能看到，這是官媒。所以說毛拉粉還是要分清對象，不能亂開火。那穆吉塔巴為什麼不出現？真的是安全原因嗎？這個我想安全原因不是第一位。為什麼這麼說？咱們舉個例子來，你可以跟有30多個國家的使團去弔唁哈梅內伊，你可以跟着他們一起出来。比如說昨天說了，你可以跟大哥俄羅斯的代表、俄羅斯前总統、前总理、现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那这個級別相當高，而且人家身上都憋着煤氣罐，腰裡憋着2個煤氣罐，你跟着他後面，你不要跟着後面，你跟他手拉手，肩并肩，顯得親密無間出現。我就不信內塔尼亞胡他膽兒那麼大，敢去斬首這個穆吉塔巴。為什麼？那邊上就是大哥的重要人物，而且人家就帶着煤氣罐隨身攜帶，他那個嘴比煤氣罐還厲害。那你這樣誰敢動，是吧？完了之後你就再匆匆的再一走，再搞幾個替身來回這麼一捣鼓，你不就消失在茫茫人海嗎？不又躲到你的山洞裡去了嗎？所以說安全是應該是主要原因，還是有特殊情況他見不了人，不僅見不了人，他
還說不了話。也就是說，那你比如說不方便见人，那你可以发一段語音，念一段经文，悼念自己的父親，在这個追悼會上把它放出來也可以的，或者拍一段視頻把它發出來，這個沒毛病。你說大家想一想，就他本人因為安全原因不能來，那好，他可以拍個視頻，是不是在這個追悼會上放，他在那兒痛哭，在那兒念經文。好，那你說有可能毀容了，或者是肢體殘缺，就像特朗普說的，燒焦的植物人，那燒焦了還沒恢復是吧？好，他的植皮是不是需要时间？那你录一段念经文，对不對？在那兒語音播放，那也一樣，語音播不了，那說明嗓子有問題，很有可能發不了聲。也這一次损失非常的嚴重，那可能還在恢復之中，在慢慢的在一點點恢復。我只能這麼判斷和分析，因為要不然你沒辦法解釋這些現象。在毛拉政权，如果你越晚一天露面，你越躲在後面，實際上你的權勢越不穩。大家一定要記住了，你像這印度的太祖，他為什麼沒事要出来游個泳？这顯示自己身體很好。印度你這反對派，你這激進派，你走資派，我這身體好着。所以說，像這種政權，他就要展示領導人強硬的一面。你看那個地保，沒事拿個衝鋒槍，沒事開戰鬥機，出租車他也能開，騎馬，開遊艇，他就要展示這個最高領袖的強悍，非常厲害。就這是一種宣示，這也有利於他鞏固他的權力。你看薩達姆，所有的都是展示。你很少看到一个比如美帝這種走下坡路的國家，還有比如說西方那都是女人當家了。西方那個國家都是女的當總理，當什麼首相的，那更不成氣候。這叫什麼粉底液將軍、粉底液首相、粉底液總統。這些人他從來不表演自己扛着什麼 RPG， 也從來不表演自己扛着肩扛式導彈什麼的，所以顯得就不行，陰氣比較重。所以你看，總結一下，像這種國家元首，他要展示自己強悍的一面，身體非常棒，完了而且喜歡這些武器，喜歡殺人技。實在身體不行的，不方便搞這些東西的，他好歹跟那個什麼核導彈、遠程洲際導彈的合個影，沒事過去看一看。你看西方國家這玩意兒就少，因為西方國家是走下坡路，他們國內比較渙散。你這一總結你就發現了，所以說你在這種情況下，穆吉塔巴他老是不出來，不展現自己的力量的，不展現自己健康狀態，那他的權勢就不停的在萎縮，會遭到人質疑，這個一定要記住了。所以我是提醒一下毛拉粉，這咱這是肺腑之言，這分析不是唱空毛拉。而伊朗內部的內鬥確實也是越來越嚴重。根據這個媒體報道，伊朗內部爆分歧，卡利巴夫傳多次違反高層指示。根據耶路撒冷郵報引述報道，伊朗議會議員加贊法里日前稱，議長加利巴夫在與美國的談判中沒有按照現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多次要求，而把核議題納入談判。這也說明伊朗內部雖然公開表示遵循最高領袖指示，實際做法卻不同，引發外界對德黑蘭高層談判路線分歧的關注。與此同時，伊朗民間也打破了一貫的敘事，呼籲德黑蘭讓步。伊朗的退伍軍人叫法塔赫·巴亞茲，他接受採訪時說，美國是個超級大國，他對我們有要求，我認為我們應該適度做出一些讓步，換位思考。如果我們站在美國立場，他們也有自己的訴求，我們應該理解並回應一些，否則他們可能會對我們的官員採取極端的手段。而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據4名熟悉會面細節的官員透露，在談判最後階段，當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對批准初步停火協議猶豫不決時，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拜訪了他。伊朗總統告訴最高領袖，經濟形勢嚴峻，美國的海上封鎖正在扼殺伊朗，如果他拒絕協議，自己將辭職。且伊朗央行行長阿卜杜勒·納賽爾·赫馬提也致信哈梅內伊，表示國家面臨嚴重的預算危機，如果海上封鎖持續，關鍵的食品和醫療物資將在8月底耗盡。赫馬提在信中解釋說，伊朗不可能按所需的規模出售石油和找到替代貿易路線。毛拉夫人不說伊朗可以通過鐵路經過巴基斯坦到印度嗎？
運到印度的東海。我當時就說這不靠譜是吧？這個運費比油還貴。你看，伊朗的央行行長說了，不可能按照所需的規模出售石油和找到替代貿易路線，也就是用鐵路代替海運，你就做夢去！除了毛拉粉人相信，誰也不信，印度的朋友也信。這些表態在穆吉塔巴最終決定支持協議時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一份簡短的公開聲明中，他表示雖然他原則上反對該協議，但如果總統獲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支持，他就指示總統繼續推進。而就在德黑蘭悼念現場，伊朗人高呼復仇，对吧？要为哈梅内伊報仇，要追殺這些兇手，追到天涯海角，對吧？要讓他們繩之以法，血債血還。就在這個時候，伊朗內部的鬥爭也可以說是叫暗流洶湧。首先，沉寂了4個月的伊朗前總統內賈德突然開口，這個有着反美鬥士這個標籤的著稱的前總統內賈德他突然打破沉默。根據伊朗媒體報道，內賈德在國葬期間專門發布了一封簡短的唁電，向最高領袖和伊朗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問，哀悼已故最高領袖殉難，並強調他祈禱伊朗民族享有榮耀與繁榮。在這篇措辭克制的文字結尾，內賈德將自己稱為伊朗民族的小僕人，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在伊朗政壇的特殊語境下，小僕人這一謙卑姿態與他昔日作為總統時強硬形象形成了鮮明對照，也令外界對其真實處境和政治意圖產生了諸多猜測。大家也知道，這個內賈德他當總統的時候，那是非常強硬的。這是當然了，他強硬是有原因的，因為他當政的時候正好石油價格高，150美元一桶。那伊朗坐在地上賺錢，外匯美金賺的都不要的，他很有錢的，反美的更有底氣。所以說內賈德是總統裡面最反美的。但是我看媒體報道，內賈德在他執政的後半部分，尤其是他下台以後，他對他的路線也進行了反省，也就是說他後面已經不再那麼強硬反美了，甚至他認為應該跟美國合作，也就是他後半部分政治主張不是那麼強硬的。但是也就是他以前在當總統的时候強硬過頭，所以導致什麼？導致他的身上這個標籤很難撕掉。所以一說到內賈德，那就是對美強硬派。實際上不是，他已經有變化。那麼這一次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打擊，就是一次把哈梅內伊送走，當時就傳出也炸了內賈德的住所，但是內賈德是安然無恙。那麼很多人就認為這是美國和以色列的這個特殊安排，既炸這個內賈德，好洗去內賈德跟美國和以色列之間有什麼勾結的可能。你看美以都要殺他，所以他不可能跟美以有什麼關係，再通過運作讓內賈德取得伊朗的權利。當然了，這個是很多媒體這樣分析報道的。那在這種背景下，內賈德這個時候跑出來喊話，寫了一封信，然後稱自己是伊朗民族的小僕人。那是不是意味着內賈德希望東山再起？大家也知道，哈梅内伊在活着的時候，他对內賈德是打壓的，也就是內賈德後面好幾次想复出競選總統，都被專家委員會直接給他提名給去掉了，就不准提名，他就沒有資格參加總統選舉。在伊朗要參加總統選舉，必須有什麼專家委員會認可，也就是哈梅內伊，那就不讓他參加，所以說他一直沒有辦法复出。那這一次是不是他已經看到了最高領袖和佩澤西奇揚和這些文官集團和這些川西莊的之間有裂痕？伊朗的強硬派和這個最高領袖和川西莊的也有裂痕。那趁這個機會，他是不是想复出，想運作，是吧？從間隙中殺出，這個是很有可能。所以說，伊朗的內鬥是越來越激烈，因為內賈德在伊朗國內那還是有很多擁躉的。你畢竟在他手上，伊朗曾經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還有很多人懷念那個時光，那當然就會支持擁護內賈德。所以這也給伊朗的變局增加了一絲懸念。我們再說說特朗普說，我發善心，我給伊朗人1個禮拜的時間，讓他們辦大事，吃大席，5000萬張馕夠他們吃了。結果這個伊朗人是在追悼會上高呼復仇。特朗普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他對此感到驚訝。他認為伊朗民眾恨哈梅內伊，但是看到好幾千萬人在那哭，整個的德黑蘭據說就有將近小2000萬人去參加弔唁，就是跑到首都去弔唁。2000，伊朗一共才9000多萬人，那全國其他地方還要舉辦，所以說參加弔唁的人恐怕有5000萬。
所以這個讓伊朗啊，特朗普啊匪夷所思。特朗普說啊，也許全是假哭。伊朗駐亞美尼亞大使館隨即在社交媒體上駁斥特朗普上述言論。你不理解這些事情，因為你既沒有文明，也沒有歷史，沒有榮譽。我們這6000年文明，你才200多年，你當然不懂這種感情。那特朗普確實不懂這個感情。我們在前幾天節目說過了，特朗普他無法理解，不光是特朗普無法理解，美西方國家元首或者領導都理解不了這種特殊的感情。印度是最有發言權的，你要說這方面印度是最有发言权，這個伊朗都不行，因為伊朗畢竟全國沒有哀悼，沒有哭。那個印度，我記得這個印度這個太祖叫什麼名字？叫聖雄甘地。印度的太祖甘地去世的時候，那你看啊，你問一下印度年紀稍微大的人都知道，那这对吧？消息一下到，從一級一級傳達到農村地區，那是。所有的印度的農村社員，都放下手中的活啊，幹啥去印度農村的公社那队裡面禮堂裡去哭去，都得哭。好多人不知道為啥哭，那就哭。那大人哭，小孩也哭。小孩一看大人哭也得哭，不知道哭啥，反正就是哭。感覺天塌了。印度稍微年紀大一點人都經歷過，可以去問一問印度的。印度當時太祖甘地死的時候就是這樣。那印度全國一片悲哀，那個場面比這個哈梅内伊要大得多。這咱得實話實說。所以特朗普人沒趕上那時候，或者特朗普沒法理解。後來印度是吧，2世祖好像我記得這個春節過後也走了，2世祖一走，當時印度一個自媒體博主，他當時正在上大3還是大4啊，也接到通知，全校學生都去階梯教室站在那兒。那時候不像現在，那時候印度電視都很少，在階梯教室2個腳上掛着2個電視，不像現在大屏幕，那時候都是那種顯像管的那種大屁股那種掛在上面，也看不太清楚啊，老遠的不明白，反正大家反正就站着呗。也沒看見哭，但是我看見老師那些神情肅穆，那感覺好像要擠點眼淚，好像又擠不出來那種感覺啊，就反正尷尬，就比較。但是印度的3祖是吧？3祖好像前幾年走的，從印度孟買飛機給他運到新德里是吧？那你看好像就稍微好多了是吧？我那個時候印度學校有沒有組織我這個不太清楚啊。总之印度就反映出來，你看一次比一次就正常。咱們說通俗的，印度它越來越正常，不像過去那種是吧？這也是個過程，所以特朗普他理解不了。但是印度老百姓有真傷心的，那這個你不能排除，真有傷心的、痛哭的，是真哭。不管是太祖還是2世祖還是3世祖，反正確實有真情流露的。但是這種越來越少，這種表現，這種像伊朗這種，那這就是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祛魅或者叫進步。但是特朗普他理解不了，他就接受不了。那你看那朝鲜人還沒死，到哪兒去？後面好多人跟着後面就哭啊，各種哭。那領袖笑得滿臉的開着花一樣，跟着後面的人那感動的眼淚的鼻涕那簡直了。那特朗普他理解不了這種人民對自己心中領袖的那種敬愛是吧？那種可以隨時為他付出生命，這特朗普特別羨慕。那我們再看看霍爾木茲海峽現在通行狀況唄，這個跟咱們以前分析的一樣，這些海灣的這些產油國那是玩命了，開足馬力，誰也不顧誰了，顧不上了，因為4個月耽誤了，這抓革命促生產耽誤了4個月，下半年得趕回來，搞個企業的當過家的人都懂。上半年耽誤了嘛，你沒掙着錢，下半年得玩命賣。所以說你看，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5日發表声明說，7個歐佩克加主要產油國決定8月日均增產原油18.8萬桶，每天增加18.8萬桶，要把過去浪費的時光要追回來。這還是歐佩克加7個國家。那還你比如阿聯酋他退出了，那人家更是玩命的生產，根本就不搭理你。俄羅斯、伊朗呢，那更是不管了，对不对？還管得上這個？人家是救命，那更得增產。所以說，你看這樣的油價，它不只能往下走嗎？擋都擋不住。分析師稱，市場預期在明年會出現石油供應過剩，不要等到明年了，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維持目前這個狀況，那這很快就要過剩。根據最新消息，美國的林肯號航母被發現出現在距離阿曼海岸100公里處，很顯然，美國海軍與實際行動在維護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也就是他要保護阿曼那一側的航線正常。最後我們再看一看以色列，特朗普跟内塔尼亞胡現在極力在重歸於好，在修復雙方之間的裂痕，因為美國和伊朗簽諒解備忘錄，導致特朗普和以色列之間對手術方案產生了一定的分歧，尤其是萬斯開始炮轟以色列不懂感恩。不懂感激，
美國和以色列之間那肯定是有很大的一個產生裂痕。那現在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都在叫心領神會、心照不宣的在修復這個裂痕。內塔尼亞胡說，我看到有媒體說，特朗普總統要求我們不要對黎巴嫩境內的恐怖分子地道採取行動，這是謠言、假新聞，徹頭徹尾的假新聞。他沒跟我提過這事，我也沒有問過他。我們根據自身情況行事，也就是特朗普管不了我，就這個事情上面我們自行其事。內塔尼亞胡還說，他說我和特朗普99%的意見一致，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這是內塔尼亞胡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的美伊關係啊，也就是說99%我們都是一致的，沒有什麼分歧，也就是对這個治療方案實際上沒什麼太大的分歧啊。那言下之意，接下來接着治療。而特朗普說什麼？特朗普說，等我在北約峰會，這是周三要在土耳其開北約峰會，開完之後我就回白宮，內塔尼亞胡就要到白宮要見我會面。說內塔尼亞胡向特朗普祝賀美國獨立250周年，並稱以色列非常珍視兩國之間的緊密聯繫。特朗普還吹噓內塔尼亞胡知道誰是老大。特朗普說，我們關係非常好，內塔尼亞胡知道誰說了算。他這話說的比較含糊，給你的感覺好像內塔尼亞胡是聽特朗普的，但是內塔尼亞胡自己說，對吧？我是聽自己的。特朗普已經忘了他批評內塔尼亞胡毫無政治判斷力，所以說這就是以色列和美國之間修復它裂痕，裂痕一修復完，差不多各幹各的活，以色列繼續悶頭去收拾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具體情況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